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新约翰福音1:13圣经创世纪1:01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老母娘上帝，阿拉万物之天载明上帝，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天载老母娘，明上帝老母娘，生天生地生万物，为天地万物生灵之根主宰，又称无生老母，又称明上帝。上帝当知道，我们所信奉的真神，就是自书五经所说的上帝。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，音虽不同，意思却是一样。又如大雅所说的“音之未丧失”，特配上帝。因此说，上帝就是天的主宰。小雅